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一同领导7分钟，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弟兄姐妹，不晓得我们对于婚姻或是对于家庭的建立的看法是什么？现在人的对婚姻的态度跟看法，跟过去也许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在选择婚姻的时候，都希望娶或嫁的对象能够成为家庭当中极大的支持跟帮助，并且能够两个人一起同走这个婚姻的道路。所以我们很期待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夫妻的相处。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有关谈到婚姻的一个故事，一个很美的故事。我们上次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的还没有改名字之前，他叫做亚伯兰。那亚伯拉罕在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做以撒。那上次我们也提过以撒的经历，以撒顺服他的父亲，于是当他的父亲要把他献给上帝的时候，他就乐意并且顺服在父亲的权下。然而，这个以撒年纪渐长的时候，也遇到了有关婚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年纪已经到适婚年龄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配偶，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所以亚伯拉罕为他做了一个预备。亚伯拉罕在这个他的家庭当中选了一个老仆人，他现任的一个老仆人，然后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乡去，为他的儿子来选一个适合的人。后来在他的家乡当中，这个老仆人他在那里要挑选女孩子为他的主人做预备的时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天下的女孩子这么多，怎么样为自己的小主人来预备一个合适的人？后来这个老仆人做了一个决定，他在那里祷告上帝，他说：“上帝啊，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能够拿出了水瓶，并且倒给我喝，而且倒给这个我的牲畜这些骆驼喝的话，那她就是上帝为我的小主人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伴侣。”后来这个老仆人祷告完之后，果真有一位少女就带着水瓶出来，然后要来打水。这个老仆人就跟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说：“请问你可不可以给我水喝？”这个女孩子就给了这个老仆人喝水，并且告诉他说：“我还要帮你的这个骆驼，帮你的牲畜来预备水。”所以他不单是给这个老仆人喝，也给老仆人所带来的这些的交通工具，这个骆驼来满足这些的动物跟人的需要。后来这个老仆人他就向这个父母亲，向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亲说明了来意，以至于这个他就为了他的小主人就预备了一个合适的人，能够带到家庭当中，为他的小主人来预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配偶。所以后来这两个人他们就回到家乡之后，这个老仆人就把他的这个女孩子就介绍给他的小主人，以至于他们后来就建立了美好的家庭。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上面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这个老仆人相当的有智慧，他能够去在祷告当中求上帝来带领，并且他能够在祷告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好的需求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求上帝给他看到这个女孩子，她是不但看到人的需要，也看到这些动物或是这些牲畜的需要。她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她是一个能力有力气，能够来服务在家庭当中，能够帮助家务的人，并且她能够有信心离开她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她所不认识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女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正在为着找配偶在烦恼，何不我们将这样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为我们来做预备。当然，我们要选择用智慧的方式来做选择。你要选择的配偶是什么？除了美貌与这个年轻以外，是否有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特质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应当做美好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为这些在适婚年龄当中的社青，或者是这些的年轻人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找到合适的伴侣，并且能够在一生当中能够跟这个伴侣一起来同奔这美好的家庭之路。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为家庭祝福祷告，让许多人的家庭都能够一起蒙福蒙恩，像以撒的家庭一样，像利百加跟以撒的家庭一样，建立这美好的关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